你好，我係莊師傅。之前同大家講過咧，關於一個飲水嘅習慣，任何嘅15分鐘裏邊咧，就盡量攝取嘅水分咧喺150 cc 左右啦，或者以下啦，咁身體就會非常之吸收。咁如果我由以前我一次過飲晒成樽嘅430-500 15分鐘飲晒掉咗佢，同埋我依家分階段飲，可能我1個鐘頭、個半鐘頭我先飲晒佢，或者甚至乎2個鐘頭我先飲晒呢個約莫500 cc 嘅水。咁有咩分別呢？身體有咩反應呢？咁其實個反應呢，你約莫10日左右呢，你會發現呢，你個人冇咁大汗，你大便冇之前咁硬，冇咁辛苦，咁個人個精神狀態其實都會明顯係精神啲嘅。咁而比較翻，咁我哋幾時血液裏邊先至夠平衡呢？嗰度講緊係要約莫係半年至到1年，水分先開始平衡得翻嘅。所以大家要留意飲水咧，唔好一次過大量咁飲，大量咁飲咧，對於身體嗰個影響，負面影響係非常之嚴重。咁而你可以自己試下改變咗呢個習慣先，即係我頭先講啦，15分鐘，任何15分鐘飲150 cc 以下嘅水，咁等身體容易去吸收到個水分，跟住若我係1-2個禮拜到，你會發覺頭先我講啦，大便暢順啲，汗又會少啲，身體對於外界嘅溫度，熱又冇咁怕熱，凍又冇咁怕凍，就算熱我又冇出咁多汗，咁好似比以前嘅人係舒適咗啲咯。咁大家不妨試試啊！係，多謝各位，我係蔡師傅。